大家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今仔是主的圣日，咱搁来到上帝圣殿，咱小伙来吟今仔要所吟的诗，咱来看圣诗281首。上帝只是临在。来，咱小伙来唱吼，来。上帝只是临在，大家当心天吧，地主民间天降忧伤。上帝的圣殿啊，大家当心黑吧。心肝全意天天归吧，我已经背上的心口里面光啊，我努力高满呐。咱来念第20的歌词吼，因为迄内底有足侪有小可无共款吼。来，咱做伙来念吼。来，上帝永远存在，弹琴色和谐。来，记到遮吼，弹琴，听弹琴色和谐吼，听弹琴色和谐。过来，接着吼，来，万圣万祖，归类敬拜，圣哉圣哉圣哉，音韵透到天涯，吼，这爱读音韵透到天涯，吼，啊过来迄个哦，迄个袂使读天哦，爱读天使，吼，来接落。天使圣道群情服侍，恳求主阿乐听，愿所吟卑微声，要学乐你尊名。好，咱来唱第3节吼，来。恳求万好我。只可向主必当拿，请求现在这角，愿你灿烂艳阳，何望而乐祷告北大，献祭。这条歌尾也爱唱阿门吼，好，好来，咱再来看另外一首583首，圣诗583首，愿主存你圣手，愿上帝手存来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来保守咱每一个人。吼，来，咱做伙来唱这条歌第1节。做伙来预备起，我主存你圣手，看我罪过无，虽然拄着阴影，我愿行主的路，检查你安眠。我是所看见的。
第四站。虽有归别恋了，高有时时下盼，我若受主体恤，心就安然自在。安世界前最后，拢会伫主面前，当家最上帝讲，祈求奇了天庭。这首歌足水的歌，而且愿主存咱的圣出伊的圣手，保守咱每一个人到一世人，咱只是准备心来做伙今仔日的敬拜。各位兄弟平安。礼拜要来开始，请咱备办安静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来啊，恁着俄罗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俄罗耶和华，等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也过隆重的上帝。咱是伊有生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所以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院。今仔日恁若听见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请三角来唱圣诗，圣诗281首，圣诗281首，
上帝即时临在。会众请起立吟全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地主明镜虔诚服侍，上帝的心电台，大家点睛敬拜。心挂转移虔诚跪拜，多以敬拜上帝，心可里面挂爱，阿罗里嘎万代，上帝永远存在。也大真实河海，万事万族为你敬拜。现在，现在，现在，应允祷告天爱，地塞圣道静静服侍。教导即可行主主必等老，亲像青塞皎皎，关于灿烂荣耀，不管俄罗祷告未到，心机高永远，万军的主顶高，愿你心会最讨。阿门。这时，请咱犹原徛伫，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这时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27篇，启应文第27篇。我来启，大家来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下万国。谁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真爱提拔善食人，
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未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这时，撒咱三甲亚头来祈祷。慈悲疼叹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互阮伫圣日我三甲自集，同心来敬拜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阮向你恳求，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诚做这世间的盐甲光。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让阮学习彼此相听，学习信靠你，诚做合你心意的器具。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求你引导阮入伫你的殿。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这时，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列王记下5章第1节到14节。列王记下5章第1节到14节，伫和合本的463页。我来读。亚兰王的军长乃曼伫伊的主人的面前最大最尊贵，因为耶和华捌用伊，互亚兰得胜。伊也是大权人的勇士，总是太高。前亚兰人规定出去，对以色列地掠一个查某囡仔，伊就伺候乃曼的某。伊甲伊的祖母讲：可袂得到我的主甲撒玛利亚的先知三甲之地，伊的确会医好伊的胎哥。有人入去，甲伊的主讲，属以色列地的查某囡仔安尼讲。亚兰王讲：你去啊，我也要寄一张批，互以色列王。乃曼就去，带云10塔连得，金6000，衣裳10套，带批到以色列王遐，批来讲。批到你遐的时，看啊，我找人神乃曼去见你，你着医好伊的胎哥。以色列王看批了，就拆你伊的衫，讲：我敢是上帝，互人死，互人活吗？这个人竟然找人来我遮，教我医好伊的胎哥，请恁真足想。看这人怎样找芳攻击我？上帝罗布伊丽莎听见以色列王拆离伊的衫，就找人去见王，讲：你啥事拆离衫啊？通互迄人到我遮，伊才知以色列中有先知。乃曼就甲伊的马、伊的车来徛伫伊丽莎的厝门口。伊丽莎找一个使者，甲乃曼讲：你去约旦河洗身躯7摆，你的肉就复原，你要得到清气。乃曼就收去，摕去，讲：我本打算伊的确要出来见我，徛伫求叫耶和华伊的上帝名，摇手伫犯着的所在来医好胎哥的。达马色的河。阿巴那甲法利法，敢无比以色列一切水较好吗？我伫遐洗身躯，袂得到清气吗？就活长身受气做义气。伊的老婆正前甲伊讲：我的爸啊，先知若教你去做一件大事，你敢无要做吗？何况伊简单。甲你讲，洗就清气啊！乃曼就落去，照上帝罗布的话，伫约旦河洗7摆，伊的肉复原，亲像婴仔肉，伊就清气。
一时赞美，请新歌队哀伤林敏。
这时，请邵怀言新学生来进度，伊要分享的是无共款的计划。咱在座各位桃园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伫遮首先先自我介绍，我是台南新学院大学硕士班3年级的学生邵怀言。若讲要用台语来念我的名的话，我叫邵怀言，有一点仔歹念，而且笔画有较济。总是这是我妈妈替我取的名，嘛有伊的意思伫底。伫遮真正真欢喜，通代表新学院来到咱桃园教会，来向咱的兄弟姊妹请安，甲分享上帝的话。其实我伫进前，我从来毋捌来到咱桃园。只有坐火车经过那顶，所以今仔日真正头一摆来到咱桃园，而且是头一摆来到咱桃园教会，是我人生的第一摆，这是真正，这是真实的代志。其实我伫做早进前就有听过咱桃园教会的事，因为前2冬伫咱中间请安的新学生刘哲伟，伊是我的同学，所以我就听过伊讲。伊来到咱教会请安，有受到咱兄弟姊妹的帮忙，牧师的帮赞，所有等等真好的招待。所以其实我伫知影讲学校要今年派我来的时阵，就真欢喜，也真期待，即礼拜会当来到咱的中间。所以伫昨日也真感谢妇人牧师的帮忙甲照顾，互我有一个真好休困的时间，以及交易的状况。伫今仔日，我要用即个题目叫做“无共款的计划”，希望讲会当甲大家做伙用《列王记》内面即个人物，就是乃縵将军的故事，会当互咱搁一摆做伙来思考上帝伫咱心上的旨意。所以伫开始之前，咱先做伙同心来祈祷。万关人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你，伫主日的时阵，自即款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来听你的话，希望伫下面愿所分享所有的信息，成做愿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赞。愿主你找你的圣心，感动阮的心，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也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到你经文中的奥秘。愿伫遮向你献上感谢，也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相信大家拢有期待无一件事的经验，无论是做学生的时阵，伫考试了你会期待好的成绩，还是讲你伫找工作的时阵会真期待收到录取的消息，还是讲伫交男女朋友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倒一方先告别，伊拢会期待对方的答案是。甲伊共款，甚至到伫翁仔某结婚了后，也会期待什么时阵要有囡仔，还是囡仔什么时阵要出世啊？若讲囡仔出世了，也会期待囡仔的将来。所以会当发现讲，其实咱伫一生中真侪时阵，拢是伫期待的过程内面。当然，这听起来是有一点仔严肃的。咱若用一个上简单的例来讲的话，就是咱若是咧等车，无论是等火车还是等公车，是毋是若时间要晚，咱就要看一下讲，车是毋是车应该要到啊吧？差不多应该要来啊吧？咱咧看的时阵，这就是期待的一种。当然，有的兄弟姊妹可能会问讲，若安尼期待甲等待是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吗？这毋拢是咧等吗？无毋对，虽然两个拢是咧等，但是期待甲等待上大的无同，就是期待对咱来讲，伊是一种愿望的表现。咱会期待某一件事，是因为咱愿望讲即件代志，甲咱所想的是共款的。所以咱若个转去拄仔所讲的迄几个例，无论是学生，还是男女朋友，还是翁仔某，学生为什么会期待看到家己的成绩？迄
迄是因为咱伫考试的过程中，咱已经有真好的把握，还是咱咧作答的过程，咱已经心内真有自信，会感觉讲，哇，我即摆考试绝对是有好的成绩，所以我会真期待看到迄张考试单顶悬的分数，因为我相信这绝对甲我想的是同款的。男女朋友嘛是同款，咱伫交往的过程，拢会有一个感情的基础。等有即个基础了，咱会甲对方讲，我想要甲你做伙，咱也会感觉讲对方绝对嘛甲咱有同款的想法。所以，咱若真用心来对待即段感情的话，绝对望两个人是会当做伙的。这拢是咱伫心内对一件事认为上好的结果。总是所有的代志，兼拢会甲咱所想的同款吗？就算学生伫考试进前有好的准备，也无代表分数就绝对会好。就算两个人的感情有一定的基础，也无代表个别就一定会成功。咱所期待的结果，实际上无一定是绝对的结局。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列王记下卷》的第5章，就讲到一个真特别的角色，就是亚兰王的军长乃縵。伫列王记的时代，亚兰甲以色列时常发生战争。上帝也真济摆伫这中间来影响规个战争的结局。咱若看列王记，会当发现战争的输赢，常常是反映当时以色列王对上帝的态度。亲像咱捌听过的亚哈王，就是伊的歹代志做伤济，佮因为无敬畏上帝，最后伫战争中来战死。即摆的战争也互以色列变做亚兰的小弟，伫真济代志顶面，拢爱照着亚兰王的话去做。所以对比以色列的失势，咱会当想象负责带领即摆战争，互亚兰杀赢以色列的迄个军长有偌大的荣耀。虽然圣经并无特别讲是倒一位，但是咱若照今仔日的经文来看，亚兰的军队真有可能就是乃縵所带领的。那安尼，咱就会当去想象，为什么乃縵会伫亚兰王的面前有遮尔大的荣耀？因为伊不只是战争的大功臣，伫经文中甚至佫讲到，耶和华捌用伊互亚兰得胜。伫遮通看到上帝伊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用人并无啥物分别。就算今仔日是一位亚兰人，只要符合伊的心意，伊也拢要使用。虽然咱无法度去了解，为什么伫乃縵会成就伊会互上帝来竞选，因为这已经超越咱的想象。但是会当确定的代志是，上帝借着乃縵互亚兰得胜，而且上帝佫进一步要来修正伊的人生。乃縵是军人，佫伫迄个时伫亚兰王的面前大有荣耀，上帝要怎样做？所以伫下面的经文会当看到讲，上帝互伊得到外表真严重的太高病，伫尊贵的身份甲皮肤顶悬白疼的影响，互伊去感受到伊的能力是伫上帝面前，啥物代志拢做袂到。你带领军队杀赢以色列，佫怎样？你是军长，佫怎样？伫这中间，亚兰王已经找了所有的医生，要医好伊的病，总是最后无任何的法度。伊只好去相信一个以色列的查某囡仔所讲的话。伊是亚兰的军长，伊会当无爱接受，因为做一个军长的人，既然要去拜托伊捌杀赢国家的人民来医好家己的病，这真正是非常见效的代志。那照台语来讲的话，就是这传出去，敢会听进？总是伫伊望通得到医治的情形下，伊犹原选择
踏出一步，带好所有的礼物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但是伫这个过程中，互乃曼愈搁较受气，因为伊根本就无看到以利沙。伊做一个遮尔尊贵的人，伊仰望以利沙会当亲自来接待伊，甚至会当用讲的就互伊的病来医好。这互伊非常的受气，因为以利沙只有派一个使者甲伊讲：你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摆，你就好。为什么？我做一个军长的人，我已经知影讲，伫军队内面，所有的代志拢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用讲的，你啥物代志拢会成就。所以对乃曼来讲，伊是一个军人，也是军长。伊照亚兰王的吩咐做代志，伊已经习惯接受王的命令，也已经习惯去命令下面的兵，照伊的想法甲期待去做事。也因为安尼，咱会当发现讲，伫乃曼还未看到以利沙进前，伊其实早就已经照伊的想法，照伊职业的影响，来感觉讲，以利沙若要医治伊，绝对是用开喙祈祷的方式，就亲像伊共款。这是伊的身份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其实咱咧看，乃曼伊毋是无信心，伊有信心。总是伊的信心只有相信嘴的部分，也互伊互家己原本的认知所占满，完全无法度去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另外一个互乃曼无法度接受的，就是爱到约旦河洗身躯。洗身躯当然毋是啥物问题，上大的问题是在约旦河这条河内面，因为咱若照旧约来看，会当看到讲。约旦河其实伊伫以色列人的历史内面有真重要的部分，亲像伫约书亚记内面，约书亚就捌伫一架用12块石头来纪念以色列人行过大地、过约旦河，来开始规个迦南地的战争。搁有伫列王记下卷的第2章，也捌记载过以利沙用以利亚所留落来的衫。伊拍约旦河的水来行过，所以约旦河除了是以色列人伫信仰顶面上重要的位置以外，伊嘛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就会当想象乃曼为什么伊的反应会遮尔大？一个亚兰的军长伫以色列人重要的河咧洗身躯，阁有可能互以色列人看到伊无穿衫的模样。若是爱伊来担当遮个侮辱、遮个见笑的事，伊宁可要转去亚兰，太过病的医治，伊嘛想讲着放弃，煞去啊。但是这个时阵，煞有一个无名的仆人接近伊，劝伊照以利沙的话去做。当然，这个仆人是啥物人，无人知影。照乃曼来讲，伊可能嘛想讲，既然着安尼。做嘛无可能比现在搁较歹，总是着试看卖。若讲真正无效，伊也会当要求以利沙出面，那甚至是过一摆发动新的战争。所以最后，伊真正到约旦河去洗7摆身躯，照以利沙所讲的来完成。虽然这甲伊原本所想的。有真大的无同，但是伊真正洗了身躯了，伊真实感受到上帝的能力伫伊的身上，互伊的肉重新转去囡仔的时阵，安尼的冲击真正是超过伊原本的想象。为什么？因为这真值得咱今仔日来思考。若讲今仔日以利沙真正照乃曼所想象的。用开喙祈祷，求叫上帝的名，而且伫伊的太格病顶悬摇手来祈祷，最后甲伊医好。大家会感觉对乃曼来讲，什么人是上厉害的？是医治伊的上帝吗？还是先知以利沙？其实上有可能的，感觉上厉害的是乃曼伊家己。
因为全部的代志拢是咧照伊的计划咧行。这也是为虾米现在社会，无论是伫虾米所在，有真侪人拢真介意去预测，因为我若预测有对，我若发预言有对，大家拢会感觉这个人真正足厉害、足强的，伊所讲的就是完全正确。所以伫遮会当发现讲，上帝伊真奇妙的教导，伊毋是透过先知的喙伫遮医治，反倒是互乃曼借着7摆洗身躯，不止互伊家己安静落来，也互伊伫洗的过程中，亲自去感受迄种无助、见笑的模样，互伊家己伫这中间去体会、去思考、了解，毋是所有的代志，拢是照伊的想法来行。因为伫即个世界、伫即个自然、伫即个宇宙内面，阁有一个比咱阁较大的困难来帮助咱的人生。有时阵，当代志的发生，甲咱所想象的无同，无一定是歹。当然，伫即个过程也会当了解讲，有真侪痛苦甲埋怨，甚至是悲伤。但是有真侪事，拢是等咱经过了后，才有法度静落来，转去慢慢啊回想，重新体会上帝伫咱身上无共款的计划。就亲像乃曼伊借着洗身躯，伫7摆过程，伫咱的想法会感觉着洗7摆拿定，总是若咱进入到乃曼的迄个状况，伊已经真无愿意，洗1摆无效，第2摆也无感觉，第3摆无变化。当你要洗第4摆，你敢有迄个困难，有迄个勇气，甚至阁愿意继续洗落去？伫即个过程，咱知影，因为伊23讲7摆，伊有一个头，但是伫咱的人生中，真侪时阵，咱毋知影迄个终点伫啥物所在。伫即条黑暗的过程中，咱敢真正有真正的信心，继续跟对伫上帝的脚步。所以最后乃曼伊真实得到改变，也互伊会肉重新转去囡仔的阶段，就是一个真单纯、真普通，而且真原本的信心拿定。所以最后，我伫遮要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大家会当来想象，会当来约看卖，即个人是啥物款，是啥物人好啊？有一个查甫囡仔，伊伫高中毕业了后，伊原本是想要去屏东来读屏东的科技大学，因为这是农业类上好的学校。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伊选择进入台南新学院。伊原本想要读新学系，但是因为伊的台语真正伤歹啊，所以伫面谈的过程，伊无法度得到中会的推荐，所以伊选择来读新学院的宗教社工系。伫4年的课程甲训练中，互伊对社会工作以及基督教的信仰有更较深的认捌。最后，伊顺利来毕业，而且伫2档了后，伊伫研究所完成第1个神学的硕士。到伊硕士毕业的时，伊伫学校已经过了6档的时间，接着6档的资历甲经验，伊阁一摆到伫中会，讲伊要考大学硕士。伫面谈的过程，即个囡仔一直讲，伊伫学校有6档的训练，伊真强调即个事实，希望这会当成做加分的一项。因为伫伊的心内已经有真好的计划。伊若摕到中会的推荐，2档大学硕士毕业了后，会当出去舞会，3档做团队，搁来顺利来红报。只是可能一只30几岁拿定，非常好的计划。伊有6档的资历，要摕到这个推荐，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但是最后，伊并无得到推荐，互原本的计划全部拢拍乱。
后一步要怎样行，完全无法度去想。唯一知影的，只有日子共款爱过。所以伫毕业典礼结束了，伊只好用高中的学历，伫人力的银行一间一间去投履历，对花店到私人的社福单位，对量贩店的理货员到台糖的兰花工，佮到金德的园艺公司，以及新营的动物防疫所，每一日拢期待通收到录取的消息。想讲佮怎样歹，工作是绝对会有，但是伫暑假要结束之前，全部的履历拢无回应。伫迄段时间，每一日拢咧烦恼生活要怎样过，烦恼要饲老爸老母，烦恼接下来日子要怎样。最后伫暑假要结束之前，透过进前学弟的一个消息，伊对台南到伫高雄去平安基金会，就是咱总会下面的一个社福机构去做社工。有2年半的工作经验了后，透过社会的经验甲学习，伊重新理解到家己伫信用顶面的错误的骄傲。最后，伊用无共款的面貌，重新转来台南新学院读大学硕士。敢有约到这个人是啥物人？就是我，无毋对。所以，对我人生的规个体会甲想法，真正通了解上帝计划有时阵超过咱的想象。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人生真实做咱的主。因为咱有时常常会挖靠家己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总是有衰弱的时。特别当代志的结局毋是亲像咱所计划安尼，咱就会开始烦恼，会开始忧闷，会开始受气，甚至埋怨。因为这代表我这个人是失败的，是无法度的。总是上帝的计划，也是伫这个时阵，搁较会当真实来显明。有时伫咱来看，所有会当行的路，拢已经长。但是，就亲像古早伫中国有一个诗人叫做陆游，伊讲过一句话讲：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咱真正体会到家己的无力的时阵，一个新的方向，一个超越咱原本所想象的计划，也会伫这个情形下面来产生。很可能是一条咱袂捌想过的道路，但是也有可能伫这条路顶面，咱会看见搁较侪咱袂捌看见的风景。愿咱最后回头看的时阵，拢会当真实体会上帝伫咱心上的疼痛、稳定甲帮助。祝福大家，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做比听阮会特别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阮人生的过程中，常常有时，阮拢会仰望通靠阮家己的困难来行。总是你的权能悬过阮的权能，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你的困难悬过阮的困难。阮伫这个过程，有时感觉悲伤，感觉埋怨，感觉忧闷，甲失败。总是你的稳定、悠远，甲阮三个伫地。愿你的稳定困难，继续帮助伫阮桃园教会正徛伫姊妹的心上。若是阮伫即时，伫阮的人生中有拄到忧闷的事，愿你继续看顾引带，用你的圣手继续引带扶持阮，互阮跟对你的脚步，行过人生每一个阶段。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主将伊的话刻掉伫我心。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
信诗583首，信诗583首，愿主顺你圣手。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愿主顺你圣手，强我罪我无好，虽然拄着因由，我愿行主的路，现在的黑暗暝，也是山行心愿，做那是你旨意，我行门前。我无我苦开难，也因我的悔，无了家己在目内明白伊的位，只有伫主因带，当行途当路途，做你欢喜，强我稳当拢无错误。求主甲我安排，我所着因的陪，若是主你所爱，我断无要自对。无论心肝欢喜，也是悲伤是你，做你中心满意，我愿亲手来将伊。有强被应用，有时时限害，我若受主体恤，心就安然自在。愿世界真罪恶，拢灭伫主面前，通正做上帝国，亲像美妙典顶。会众请坐，即时来奉献，请萧素儿、赖和仪来属献。
会将车起入。阮伫天父的爸，感谢你赐阮的一切，不管阮的生活、阮的学业、阮的工作、阮的家庭，拢是你赏赐。即马阮奉献淡薄的金钱做你的路用，也互阮的教会有智慧，有用伫阮的事工，互阮的教会阁受造就，可以传福音，互阁较侪人。阮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报告，伫报告的台省，请咱来读今仔日的经部。伫周报的圣书单的下面，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那曼就落去，照上帝罗布的话，伫约旦河洗7摆，伊的肉复原，亲像婴仔肉，伊就清气。日王记下5章14节，请。那曼就落去，照上帝罗布的话，伫约旦河洗7摆。伊的肉复原，亲像婴仔肉，伊就清气。列王记下5章14节，乃曼就落去，照上帝罗布的话，伫约旦河洗7摆。伊的肉复原，亲像婴仔肉，伊就清气。列王记下5章14节。煞接来看周报。周报的第1页，下周的事工人员、团契聚会甲课程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的第2页，小组的聚会甲家庭礼拜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奉献若是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继续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主日的消息。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欢迎邵怀妍神学生来敬祷甲报告，且为台南新学院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即时咱来请建筑长老来颁发奖学金。今仔日吴牧师嘛是为着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前往八德教会来请安报告，且嘛为伊代祷。教育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来召开，请部员出席。立学金的新早会伫嘛是中昼12点半伫703来召开，请新早委员来出席。主日的消息。主日是中秋主日受难周的开始，请兄姊来备办身。第3月28，暗时7点半有受难周的祈祷会，
伫3月29暗时7点半，有一个联合受难的礼拜，伫大竹教会。3月31日上午的9点半，有复活节的赞美礼拜，2场的礼拜的联合。传道部会伫主日中昼12点半，伫702来召开，请部员出席。教会消息：2024年上半年的牧神查经班查考《沙漠日记》下，时间是3月14开始，每周拜四按时8点到9点，伫陈美智技术来带领，欢迎兄弟来参与。2024年暑假快乐儿童音乐营的地点是伫桃园教会吼，日期是8月13到17，时间是早起8点到下晡的4点半。乐器的种类有 violin 甲太鼓，招生的对象是大班到国小的6年，未学过的 violin、太鼓，那是3年内的初学者。这是补充报告。好，请黄长老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我来补充报告。咱今日非常欢迎肖华严新学生来咱本堂正道报告，也分享伊的故事。咱请稍微咱大家拍鼓啊来欢迎。咱今日卢永富弟兄伊的囝甲新妇来伫咱遮咱请伊起立接受大家欢迎。谢谢。因目前住伫英国即马倒来佚佗看因爸爸妈妈呢，咱非常欢迎，谢谢。敢有新来的朋友要补充到？好，谢谢。这是咱请陈学生这边有简单的报告，甲咱来讲哈。搁一摆甲兄弟姊妹说多谢，就是即摆代表台南新汉医来到咱桃园教会，是真正汉医非常感谢咱所有的教会伫过去的日子，拢一直咧支持汉医的运作。因为亲像拄仔伫讲道的时阵分享过的故事，我伫学校真正是有真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真正学校伫这个过程中的改变，我也是非常的有感受。亲像伫进前我头一摆入去学校读宗教社工系的时阵，迄个时学校的宿舍是无电梯的，我迄个时阵住6楼，对，阮食饭的餐厅伫地下1楼，所以若真正食饭了后要转去房间，也是讲你伫房间要去上课，结果发现讲你无炸物件，安尼就非常需要健身一下。总是伫后来的这几冬，因为借着大家的帮赞、带导甲奉献，学校现在已经有真好的设备，所以伫咱亲像伫宿舍内面嘛，拢已经有电梯，会当互身躯较无方便的同学，也是讲要搬厝的同学，拢会当有真好的帮忙，甲真好的帮赞。学校伫现在嘛，拢已经有新的图书馆，也准备要来整修老师的宿舍等等，有真侪工程咧运行，包含讲可能进前，咱的教会有兄弟姊妹有听过讲，亲像新学院的老师的状况是毋是较无遐好？因为现在老师有真侪人已经差不多年岁嘛要到，毋过现在学校拢有培养新的老师，嘛有较少年的老师要转来接新的课程的工作，所以真正伫这部分内面是。就是讲，咱是会当感受到学校真正是真用心努力，要继续训练伫教会服侍团队的人员。
所以伫遮也代表学校搁一摆感谢咱桃园教会过去所有对学院的帮忙甲照顾，以及所有的代祷。啊，伫现在有一块小小的影片，啊，就内面有咱院长的一个想要甲大家讲的话，啊，就请咱的同工会当，互大家看者，安尼，谢谢。兄弟姊妹，以及关心台南新人院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台南新人院对1869年创设到今年已经150几档，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让这间学校会当继续成长。做一个培养传教者甲社会福音工作者的一个场所。搁一摆甲大家感谢过去的关心、代祷甲奉献，嘛毋望将来日子嘛继续得到咱的关心、支持、代祷甲奉献。多谢大家。感谢主，咱继续来支持台南新学院的事工。祝福册肯，信息396首，信息396首，打马散会，求主赐福。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打马散会，求主赐福，好愿心中上快乐。爱家家人亲爱互助，欢喜阮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找见萧华炎新学生来伫阮本堂分享无共款的计划的信息，互阮知你对阮逐人拢有美好的计划。求主要加添阮的开力甲智慧，伫你完成美好计划工程内底，还能咱扮演好阮的角色。恳求主保守带领萧华炎新学生，伫伊新学院受造就的期间，甲将来服侍的道路，拢有你赏赐的智慧，甲满满恩典甲伊伫地，也补足台南新学院伫各方面的需要。但愿上帝的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同在。阿免。请坐。田乐密度。
咱请来甲身躯边的人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